啊，咱就讲分析咯。就说讲有的人有的道理来讲，我唔做，伊是人做太多的，啊，是啊，咱会做袂来的，两老比较不错。原因是这个，现在会做袂来，咱就讲说，第一，就是你得讲讲话，哦，香港这边，啊，你有的业朋友，伊就在去哦，他们懂的，啊，咱比较也会多一点。呢，这个地点就好。啊，这个人吼，伊就讲，较代表什么种会画画，咱靠达公家的，咱无去来了解，咱就来规划的，那呢，红啊，这是今仔日人讲的，咱来参考。第二，就是咱做啥多做指标的，咱要个人来去做，咱是讲多做代志咯。咱做啊，咱讲做好，看有点；啊，咱做出来无好，咱袂来做，不是咱的心情嘛。啊，你讲做好，你靠做什么？你做到好，你就到做不好。哪内话啦吼，咱要做人来做，你看有打入哪些问题？所以拿过来，咱来讲说咱讲的信息。不交，再来，到就是讲，当然讲你就是平时上生活内底，咱家己努力现在对啦，咱拢平常拢无做吼，拢无做咱的心情好，然后咱的夫妻毛病都得了好少，不是哦，啊，其他的。咱平时呢，在这得力，咱是办在这边，今日都要提出来，咱的心理毛病，你出的安全，关键是咱真正咱人，哪呢吼？咱这里做的，咱也不是我来做的，连咱的家人都，如果认同啊，这样注意了哈。好，再来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多为爱心。问咱家己哦，我今仔做这个，一边讲边讲，你讲倒来，我就讲讲钱，所以讲包包我唔知，啊，所以就平常啊，啊，迄安怎哦，咱就是说着你当我用过，啊，以前哦，我按哦，刚花过来呢，咱就铁粉这个铁粉的分，人讲，伊去做啦，爱人唔人，啊，咱当就讲，啊，你唔讲，跟你在上海干，我就讲，啊，迄无法做啦。一进去当业者呀，一进去做呀，啊，你要看我啊，你讲是谁？咱做人做过来，咱是当中啊，以前他袂有连接，啊，你后边哦，十岁前个就你，然后过来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感觉是更重要的，哦，你想分享你就可以自己好，所以在这上，咱就看你去分享。啊，唔使讲哦。咱做人内底，当然吼，在先吼，咱来精心先在那个，咱哪个行业，我是容易，我就是讲讲，你坐在观望间，啊，我把这话我在我的心内，我坐在观望间，所以一切会点内底，咱拢看着人不行，咱心就会担心的。新的问题，影响新社会幸福最关键的开始。咱若真正有落去，你也比头啊中央都可以到外头去做一些，先生就是先开始，所以走新搞就会给人家你在那读书的话，如何帮用艰难中，继续让他平难中，咱的用艰辛难中，用艰有两种，第一就是咱家己为来用艰，人讲用艰重生，咱家己为来个有的用艰，这个有的是咱家己为来用，啊，咱家己拢无去改，家己无去改用。啊，
你走了，你走了，所以咱来离开这个。好，再来，咱等开嘛，咱袂使当然咱咧放心中，然后你就到这个里面，讲到要往变的。ใช่เพื่อน